故事發生喺中國西南部嘅一片神秘原始森林，呢度被稱為龍鳳谷。傳說中呢度曾經係遠古神獸龍與鳳嘅棲息地。現代科學家喺呢片森林中發現咗保存完好嘅恐龍化石，並且利用先進嘅基因技術復活咗多種恐龍，建立咗一座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題嘅龍鳳侏羅紀公園。李雲飛同林鳳儀受邀參與龍鳳侏羅紀公園嘅開幕儀式。李雲飛係一位年輕嘅生物學家，同時亦都係公園嘅技術顧問。我睇你到時會驚到要攬住我隻腳啫。一部能夠透過操控恐龍腦電波嚟遠程控制恐龍嘅機器，呢項技術被視為公園安全嘅重要保障。林鳳儀係一位勇敢嘅探險家兼考古學家，對呢片土地有住深厚嘅情感。兩人初次見面嘅時候，李雲飛對林鳳儀嘅野外經驗同埋對自然嘅深刻理解感到敬佩，而林鳳儀則被李雲飛嘅科學熱情與發明才華所吸引。公園開幕之後冇耐，商人嘅非法基因實驗失控，導致恐龍逃出圍欄，公園陷入混亂。李雲飛立即啟動佢嘅機器，試圖控制恐龍，但發現某啲被基因改造嘅恐龍對腦電波操控產生咗抗性。李雲飛同林鳳儀合作，帶領遊客逃離危險區域。在逃亡過程中李雲飛嘅機器就係成為佢哋嘅重要工具，但係佢亦都逐漸意識到呢一項技術嘅局限性同埋潛在風險。喺原始森林中嘅逃亡之旅當中，兩人一齊面對恐龍嘅威脅。緊急關頭，李雲飛飼養嘅猩猩出現為佢哋化解咗危機，但佢哋開始質疑自己係咪過於依賴科技。林鳳儀則教會佢點樣透過觀察自然同埋恐龍嘅行為嚟應對危險。聽日去到碼頭，夜晚嘅螢火旁，兩人分享各自嘅經歷與夢想。李雲飛向林鳳儀坦白咗佢對呢一項技術嘅擔憂，而林鳳儀則鼓勵佢相信自己嘅直覺與對自然嘅理解。